惠陽淡水高鐵站附近嗱，呢個商鋪啊，黃鋪啊，街鋪啊，小區大門口第一隻，即買即收租啊！呢隻6米6高度啊，32個方，44個44個。做好隔層啊，做好隔層啊！呢個上2樓，2樓做好啦。呢小區大門啊，小區大門，大門口第一隻。呢個小區名苑星河灣有900戶單位啊，900戶單位，黃鋪啊。